黃凱芹相隔4年再踏紅館舞台，將會喺3月舉行演唱會。原來今年仲係 Chris 入行40週年嘅大日子，所以呢一次開 show 對佢嚟講都別具意義。而佢仲創作咗一首包辦曲詞嘅新歌，揾嚟鄭丹瑞獨白，由佢仲有周慧敏、阮兆祥、余建明合唱，相當有意思啊！點樣去排呢個歌單呢？嗱，因為唔同嘅階段有唔同嘅代表性啊，咁所以咧，寶麗金嘅時期又想擺啲啦，飛圖嘅時期想擺啲啦，跟住到我自己做製作公司大行，咁亦都有好多。其實我自己製作嘅碟咧係多過寶麗金製作嘅碟，咁所以咧唔同階段有唔同嘅經歷啊、感覺啊，所以好多嘢想擺埋一齊，等真係粉絲或者係觀眾可以感受到我呢40年嚟做過啲咩咧？有啲咩靈感寫到啲咩歌咧？咁即係分享下咯嚇。你新嘅同幾位朋友一齊嘅合唱歌，自然都會喺呢個 show 度出現啦。我未知啊。係啊，我仲以為一定會有。嗱，點解嗰隻歌咧係我哋今日喺度聽到嘅？係因為大會主辦單位咧係覺得呢個歌有意思，因為我係40週年，而呢個歌叫數十年後，亦都係我新專輯嘅標題嚟嘅。咁覺得咧好配合呢件事啦，咁所以喺宣傳上咧佢攞咗出嚟擺喺度。但係呢個歌一定要有我哋呢個歌裏邊嘅4個人一齊唱噶嘛，有我啦，有阮兆祥啦、周慧敏啦、余建明啦。但係你知道請嘉賓呢家嘢咧就唔係我專長嚟嘅，我以往嘅 show 咧都冇乜嘉賓嘅。咁今次如果為咗呢個歌要請嘉賓，咁一定係佢哋，係嘛？咁但係請唔請得到咧？個個都好忙。咁呢個就賣個關子啦，我都唔知啦。係希望嘅呢首歌可以一齊喺你嘅演唱會上面。嗱，一係就唔唱呢個歌。如果要唱就點佢哋？如果要唱呢個歌，一定要有意義，就係4個人，因為我哋都同期嘅，大家都係40週年嘅。咁如果能夠有一個畫面，有一個記錄喺度，就算我哋再40年後睇翻，係咪好有意思咧？你話？提到好友周慧敏，最近被指身體亮紅燈，被網民影到佢要由工作人員攙扶。Chris 對於呢啲報道就咁睇啦。報道呢啲嘢咧，你就聽過睇過就算啦，你唔好當真嘅。有好多嘢都係假嘅呢個世界，因為可能佢咁啱影到一個鏡頭，有人拖住佢嘅手咁，係咪啊？我冇睇到，因為咁所以咧，你嗰個現場究竟係發生咩事咧，冇人知嘅。好似我咁嘅啫嘛。個個都話我整容，個個都話我打針，但係你唔俾人天生麗質嘅咩？係咁啊就係啦。咁我媽生我係咁嘅樣噶嘛。嗱，即係如果我係整容嘅，我冇可能做到呢個動作噶啦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你話睇報道呢家嘢咧，千祈唔好信咯。